雲機場 T3 航站樓今日正式啟用啦，係全球最大嘅單體機場，仲有全國首個開放式機場觀景台，唔坐飛機都可以預約過嚟近距離影飛機。為咗迎接全運會，廣州真係太給力啦！ T3 航站樓係集合咗航空、高鐵、城際嘅超級交通樞紐，可以接駁大灣區、省內各個城市。T3、T2、T1 仲可以輕鬆換乘，以後出行真係太方便啦！從65號門一入嚟就可以睇到3個花瓣造型嘅裝置，仲識轉動，充滿咗科技感。倒水設計嘅天花板、木棉花造型服務台，每個角落都藏住廣州獨有嘅嶺南韻味。連2樓嘅飲食街都係廣州嘅騎樓風格，俾人覺得特別親切。嚟到 T3 航站樓，你會發現廣州真係太犀利啦，連洗手間都可以咁超前。嚟咗一定要喺度打個卡，呢度嘅配置都好人性化，仲有24小時免費穿梭巴士。快啲約埋姊妹一齊過嚟感受一下 T3 航站樓嘅魅力。